我们新化区是一个运动风气鼎盛的一个区我们是少数区拥有体育运动公园的在37区里面，而且我们的各级学校也培养了各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顶尖选手。如果对于下雨天或是一些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使用这个球场的人会有相当大的好处。原先我们体育公园里面本来就有户外的一个球场，那民众在下雨天或是艳阳天要打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热或者是不方便，所以我们就也依据民众的需求还有一些市府，还有一些议员立委的一个协助之下，我们争取了这一座风雨篮球场的一个新建。那新建完之后，不论是在那个艳阳天或下雨天，都可以提供民众一个更优质的运动环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提升全民运动风气，台南市政府积极为地方筹措经费，新建风雨球场，让市民在雨天或是艳阳天都能有舒适的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会持续改善场馆等运动设施设备，积极营造安全及便利的运动环境。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风雨球场事实上中央补助了1020万，市府自筹580万，总共耗资1600万。那这么多的费用，事实上，可以带来地方上许多便利啦。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时候，那这个或是这个白天太阳高照太阳太大的时候，那我们风雨球场就能发挥功能比较不会免除日晒雨淋，而又能够专心运动的这个好处。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相当宽敞，总共有1470平方公尺，也就是将近500平，400多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有这么好的一个遮蔽让民众安心的活动跟运动。那其实我们新化运动公园有很多设施，现在树木扶疏都已经树木都已经很高了。那所以说，有时候在树丛下，在树林下，有时候在风雨球场底下，都能够达到最好的运动效果。希望大家来运动，不要再找借口说什么下雨天，说什么太阳太大，有风雨球场就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另外是讲嘅，欢收看1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将要过年，民众出入各种金融机构，容易成为歹徒抢劫的目标。所以，台南市警局应议会保安委员会邀请，特别规划防抢围捕演练，透过先录起来影片，警察同仁逼真加创意演练，大受好评。一摆由刑警大队主导的防抢演练，伫要耽误治安勤务为前提，自导自演拍片，要呈现第一时间运钞车强盗案。台南市警察局马上通报围捕，并成立专小组侦查，运用科技锁定嫌犯并逮捕的过程。特别要过年，各种金融交易上容易成为歹徒抢劫的目标。透过影片放送，嘛希望提高机构甲市民防抢的观念。我甲你讲啦，咱这个赚大条的啦，发大财啊啦，后世人免烦恼啦，哈。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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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对此，市长黄伟铁到场肯定警方训练有素，让市民安心好过年，嘛宣示维护治安的决心。那我们知道冬防快开始了，就是因应重大节庆时间，就是春节期间。那我们不仅要做好防疫，也要做好防灾，更要做好打击暴力犯罪的一个准备。
那我们希望说要保障市民朋友们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假期。这以上三者，防灾、防暴以及防疫都是最重要的。会中议长郭信良甲议会保安委员会这名议员嘛到场肯定市警局的辛劳，和担起防治诈骗、暴力犯罪甲枪击案拢明显下降。在台南市的治安扮演的角色都非常的称职，也非常的辛苦。无论在交通上或者是治安上打击犯罪，这个都成绩有目共睹。那今天是特别来加强整个实际操作的演练，让未来如果发生类似案件、毒品走私、枪支泛滥的情形，能够更加迅速，而且熟悉环境，将整个犯罪组织以及歹徒呢绳之以法。市警局伫演练的过程，整个影片拢由同仁一手包办，甚至想出结合鱿鱼游戏的剧情，效果相当的逼真，成功掠着观众的眼光，嘛，互在场的贵宾相当娱乐创意十足。当然，重点嘛是要警告有心犯罪歹徒，千万唔通来台南。台南新闻阮志采访报道。迎接过年送礼需求，市府农局21号伫民地市政中心办理农特产伴手礼推荐会，邀请农协会、青农甲济优质的业者，总共41个单位，来下向消费者推荐年节的好物。台南市农业局1月2日伫民地市政中心举办新春农特产伴手礼展售活动。邀请农议会、青农以及社区顶优质业者，总共41个单位来设档，向消费者推广自家的产品。市长王伟霆嘛来到现场，甲大家推荐多项当地的农渔特产。台南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都充满了浓浓的故乡风味。那分别是由各大农会来这个推出所以说我们很谢谢，也很期待来各位好朋友。在台南，在过年期间能够来台南的时候，能够大方的、踊跃的采购。那因为农会的农特产品都是 CP 值特别高的，一方面这个物美价廉，另外一方面这个风味独特。第三方面，台南本来的就是农业大市，所以它的这个农特产品的这个情形这个品质都非常好。不论是柑仔蜜、乌鱼子，或者是蒲烧鳗，各式各样具有台南在地特色的农产品，拢是经过认证，而且品质优良，价钱嘛十分优惠，非常适合民众采购，送给亲朋好友。每个月市府这边都会给我们这些在地的青农朋友有一个时间跟机会，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展售活动，增加我们品牌的曝光度。然后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现在台南伴手礼的活动，然后来带动我们整体的销售业绩可以上涨这样子。短短时间，真侪消费者拢已经收获满满，手提了几啊袋。各样东西都很好，所以我都想来这边买。买乌鱼子，买玉米，还有买有机蔬菜。你先来买什么？我买乌鱼子还有可以换春联。你觉得这边的产品，你觉得 OK， 品质 OK。现场还有写春联的活动，让民众会当带福气回去。王伟霆表示，采购台南在地年节好礼，除了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农民以外，而且只要消费满100块以上，就会当抢网登录发票，参加台南购物节抽奖的活动，有机会会当抽到房屋、汽车、智慧家电等各项好礼。台南新闻张秀伟、许曼珍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好年，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英丁结合陈家教纪念文化基金会以及安平平安文创以虎虎生风作为主题，共同设计1块钱的红包，为祝福互你平安，欢迎民众来服务处免费来摕。
伫咧安平斋主，同时嘛是安平平安的文创业者施伯峰的吉他伴奏，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特别改编两只老虎的囡仔歌来应景，为大家祈福，并且带来欢乐的气氛。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然后我们伯峰施伯峰施老师，基本上每年都帮我们设计这么棒的一些文创红包其实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所以每一年很多的民众都会期待说，哇，我们今年的平安安平的红包设计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因为我们都会把平安安平这样的一个代表我们台南的非常平安的字眼，一起跟我们的生肖结合，然后做文创的一些发想，所以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创作，所以今年就是虎力平安。虎虎生风，虎力平安。我们这个虎虎生风，虎力平安的红包也出来了。那我想这一次这个规格上其实更加今年的造型更特别所以稍微大了一点点。那这次呢，可以让大家呢更可以作为一个很漂亮窗花的这个装饰然后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春联，让家里带来喜气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每年的农历春节拢会推出1块的红包。对2019年，甲安平平安的文创公司来合作，今年已经进入第4档。文创业者施伯峰表示，今年的设计主题以虎虎生风、互你平安，并且扎入太极的意象。今年的是2022年那2就是代表2只老虎。那各位看到2022，就有点像2生4的感觉，所以太极刚好是2仪生4象。4象生8卦，代表着生生不息。那这2年来，其实台湾也好，世界也好，需要更好的一个新的福气的资源来做一个生生不息。那各位看到老虎的身上它是虎纹是植物，它就是我们用金边虎尾兰。那金边虎尾兰代表什么？招财、步步高升跟辟邪祈福。那所以说，我们今年呢特别用心，把这个老虎的元素结合这个太极，还有金边虎尾兰。立委甲议员表示。伫个议员副市的1块红包的发表以后，民众对今日起，拢会用到北区、中西区、甲安南区的联合服务处来免费索取，因为数量有限，每人只限领1个。望新的一档，大家平安健康，虎年行大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白河17號南天宮去年春節辦拔杯比賽，頭獎是價值36萬的小木屋。今年廟方再出以過年拔杯比賽作為號召，更是大手筆將頭獎升級變成66萬6600塊的現金。透過報道做回來了解。到頂這66萬6660塊，就是白河17號南天宮準備要佇過年時。作為拔杯比賽頭獎，廟方主意表示，舊年的頭獎是小貨櫃屋，但拔到的勝獎卻將貨櫃屋回歸予廟內，所以今年特別改為創業金66萬6660塊，而且獎金是由這位受到本府千歲庇佑的勝獎自由領管。南天宮本府千歲是無開到半仙錢。咱舊年咱這個貨櫃是天價啦吼，啊舊年這個貨櫃吼就是拔到的人吼，過來捐獻吼本府千歲。我發覺講這信徒大家吼真好啦，今年又擱用貨櫃啊，我驚還擱有第2個擱捐出來啦吼。啊本府千歲吼是真正是要有這人來有這個福氣吼，把這個錢砸等於發財啊。啊所以來改變吼，講來用這個做大家來叫護者，拔杯頭獎666666啦吼，啊，過來一個17名的6666，象徵着阮17號啦吼，所以總金額就是779988啦吼，這是阮本府千歲家己發揮吼，找來信徒大家來捐獻的吼，啊，這個做攏無開着廟的半角銀啦吼，啊，來阮做17號南天宮本府千歲這點燈拔杯吼，這一年幸福滿滿啦吼，明知啊吼山有虎啊吼。天象虎山行啊，帶着你的吼手氣、運氣、福氣啊，甲勇氣來虎山17號南天宮本府千歲遮拜拜就對啊。南天宮位伫咧白河目架寮17號部路，是一間規模無大廟宇，主事的本府千歲真應外裝，幫助過真濟信眾事業成功。濟的主請議員也攏是本府千歲信徒。
取得资格赛呀，2杯就可以取得资格赛耶。新春期间，只要来到庙内点灯，就有一届博杯机会，阁会当摕到人来了露营区免费露营券，博出2个圣杯，就当进入决赛。第2月13日总决赛，东港博出上侪圣杯的人，会当将桌顶这666666块的创业金摕转去厝。另外，前17名上侪圣杯的人，嘛当摕到6666块的发财金。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由台南知名影作商文生庭阿婆所发起的玉衡文教艺术协会19号举办成立大会，同时举行艺术中心的开幕。协会理事长表示，中心除了办艺术展览，也有规划多元的课程，要成为希望甲公益的综合平台。占地111坪艺术中心，除了是台南难得拥有大片绿地公园的私人艺术空间，也是文生庭甲沈子玲翁仔某多年来的心愿。因对10当前故乡4当前取得土地，2022年新的一档，伫济济贵宾的见证正式剪彩开幕。请剪彩。玉衡艺术中心开幕以后，第1档的展览邀请知名蜡笔画家王建民早来精彩逼真的作品，让大家对蜡笔无限的变化大开眼界。执行长表示，这个中心除了要提供艺术家展出的平台，让更较侪人来享受，更要以家己白手起家投资艺术、收藏古物的经验，打破大家认为艺术只是有钱人咧算的印象。因为我夫妻是白手起家，然后自己又对艺术方面的收藏有一些兴趣啊。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讲说，艺术是恁收藏是恁有钱人咧算的工课。我说不对，你一定要没有钱去玩艺术。为什么没有钱玩艺术？因为艺术可以让你致富。所以我们的心愿就是能够透过一个平台，让很多人去学艺术、看艺术不用钱，玩艺术才要钱。但是你玩艺术的前提之下，你一定要先了解艺术、喜欢艺术，你才能够让艺术在这个成就上能够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个收藏。伫文生庭翁仔某精准的投资眼中，艺术品除了欣赏疗愈，嘛是留予后一代丰富资产。以后透过艺术中心的课程，更要将部分收入捐做公益，帮助偏乡学生的助学金甲营养午餐。除了说提供这个场地让艺术家来展出之外，那我们呢那个展出全部的水电费用的话，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本业支付啊。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先生的话他是营造公司，那我这边是建筑公司，那我们这边全部这一些水电费用无偿让艺术家来这里展示。那当然在这个展示的时候，如果说有买卖画作的话，那就是这一部分的话，请艺术家他就会提拨一部分出来，我们就是作为公益用。我们要来培养大家对艺术的一个投资、艺术的眼光鉴赏，所以呢，我们会开启一部分的课程。过去学校拢无教艺术投资，这回嘛要互观众跟对文生庭翁仔某的脚步，对教育艺术开始。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由大比家国际文教公司所发起美具团保爱活动，今年进入第2档，透过机构大手牵小手，总共募集到1390包的白米。21号上午，伫议员王家珍的见证，正式恭贺南台南家扶中心等5间社会机构甲学校。透过议员王家珍的门下甲见证，由大比家国际文教公司发起的美具传递爱的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2档，
21号上午，伫该公司举行关键仪式，包括罗兰青少年教育中心、南台南家扶中心、调兴基金会等5间社会福利机构受惠。大伯家国际文教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1年的米谷传递爱，我们募集了我们所有的家长、小朋友还有好朋友们的这个爱心，然后我们募集了800多包的白米。那今年第2年呢，我们更进一步，我们募集到了大概1400包的白米。那我们分别捐赠给6个国小，以及在场各位我们的这个在台湾各个地区默默行善的一个机构。那我们分别有这个潮兴基金会，有南家福，有联心园、香草园，还有罗兰这个机构啊。那我想我们呢很希望在接下去，我们每一年在岁末年终，我们都可以募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爱心，可以让我们呢在这个所需要的这个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家庭，我们可以呢一起来把这个善心呢继续传递下去。发起的这个米谷传爱活动，那我们家扶中心以及所有在场的我们的网络好朋友，我们陪伴我们弱势家庭、弱势孩子的社福单位，我们怀着12万分的一个感谢，那谢谢，我们会把这一份爱传递给我们所服务的孩子跟家庭。那我当然很期许未来我们的第2届、第3届的米谷传爱活动可以长长久久，然后我们这个爱心可以一直永续下去。我想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从来就是人。在民间的这些好朋友们，谢谢大毕家发起这样子的一个米谷传爱的活动，而且呢，我们相信一年一年会有更多的回响，更让民间很多在默默行善、照顾弱势家庭的这些机构们呢，知道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大家一起为社会注入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正能量。除了社会福利机构，另外业者嘛透过议员的服务处，分别送予东区的东光、博爱加德高国小每校50包的白米，以及胜利、立新加海东等国小，希望帮助更多弱势学童。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有一间位伫市场内牛肉店，除了有管春味，上界特别的是，真侪人称讲这是一间比牛肉店淡薄的焦糖布丁，到底有甚物款的特别？带你做回来看卖。将面条放进滚水中煮熟之后捞起，浇下浓郁的汤头，一碗带有眷村味的牛肉面就完成了。4年前，陈家伟夫妻俩决心创业，在菜市场里开启了这间小面馆。那我们想要把我们喜欢的这样的料理的口感，然后分享出去，所以我们想说，那既然我们可以开店的话，那我们就选一个我们喜欢的地点，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去日本去走了一趟之后，然后发现哇，那样的风格、那样的氛围，还有那样的人情味，是我们想要带回来台湾，那也是我们能接受，我们也做得出来的。所以我们想说，好吧，那既然就是创业，那就试试看。菜市场里的人情味是台湾独有的情感，夫妻俩也将店面设计得十分特别，复古中带有日式的风格。我们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踏进来，不要让市场这个传统流失。所以我们想要开在市场里面，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可以吃到我们的面，然后可以看到说，原来市场其实不只有老人家可以逛，是年轻人也是都可以进来买菜啊、买鱼，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原本学习西餐的老板陈家伟，因为怀念小时候眷村的家乡味，因此自己动手做，从食材到汤头一点都不马虎。寻找记忆，可能小时候吃过外面餐馆的味道，以及我外公煮的那个牛肉面的味道，对，然后就是慢慢去拼凑，然后问我爸爸妈妈味道，然后再寻找，然后再去请教，调配出觉得我记忆中最相近的味道。也有客人笑说，这是一间被牛肉面耽误的甜点店，焦糖布丁是这间店独特的招牌。小时候去乡下的时候，那巷子口都会有一些杂货店、干妈店，对他们都是会有一些一个一个的布丁，以前都是会跟阿公阿嬷炒了10块钱去买一个布丁来满足我的胃，然后我在外面吃的布丁也没有到让我觉得找回我觉得我喜欢中的味道，所以我才希望由面馆来寻找我
小时候所有记忆的味道。夫妻俩携手合作，一个顾内，一个顾外，将这份眷村的老味道继续传承下去。记者潘志光、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月21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